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林雅珊，欢迎收看9月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电市议长这回伫宣判李全教当选无效以后，将进行补选。伫现任第二议长郭信良表态无意愿参选，加上议员董品湖率先表态支持前议长赖美惠参选以后，其实党内人选相对单纯。上个议员赖美惠嘛伫党团成员小婷之下，头一个来登记参选，同时因着民进党内团结的气势。伫支持者鼓舞甲将近半数民进党籍议员的小庭声中，前议长赖美惠正式将参与议长补选的登记书交予党团总召林义会中赖美惠面对这一档8个月以来，因为议长李全教的贿选案甲政坛的风风雨雨，对一级强表达道歉，嘛强调对倒半倒就对倒爬起来，所以决定搁再站出来承担责任，团结民进党争取胜利。面对1年8个月台南市的政坛风风雨雨，终于在司法的审定之下，留给我们民主清白的空间。在许多支持者以及议会同仁的鼓励，包括网络许多年轻朋友的鼓励加油之下，有人以着在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的鼓励的话，要我能够继续的勇敢来参与这一次议长的补选。伫11月9场小庭赖美惠的党团成员当中，嘛包括中部李全教击溃前议员王俊潭。会中民进党团总召林义甲议员屈立立拢表示，议会依法重新改选议长，已经是党内一致的决议甲共识。嘛对5号开始到9号为止开放党团成员登记，到是9月12号，就以民主的方式正式诞生议长人选。至上届现实的，就是26席的民进党成员，也差2席才过半。所以要胜选，除了党内团结，一定要寻求无党联名的支持。因为目前就是只能掌握26票，就民进党团结的话也顶多26，所以势必要去外面争取2票。那我想这一部分我们党团是非常有信心啦哈。那其实因为赖市长长期的施政其实是很全面化的那所以其实有很多无党籍的同仁们他们其实他们在竞选的时候其实也都是高举绿旗啊。那所以他们我想如果他们议长投民进党的，对他们的选民其实也是非常有交代所以这对他的立场也不违背。那所以我们非常期待去争取比较倾向绿营的这几个无党籍的这个议员同仁的支持，那也有信心。那所以这次民进党团要赢得议长的宝座我们其实是觉得胜券在握。赖美惠当选，赖美惠当选，民进党团结，民进党团结。面对团结声势，民进党团国民党则表示，虽然日前曾经开会协调，不过要侪声音需要沟通。虽然将伫民进党正式推出人选以后，搁再取得最后共识。上动算，我们议长一定要是超党快党派之外，要超党派。每当议会的一些应该有的原则还是议事规则各方面一定要遵守监督制衡是议会本来者看过。第一个是讲，我们还是议会的尊严，我们要爱狗了麦公算出来，好像是议会市政府的议事级，在议事科这样不大好。那我们国民党团会集思广益等他们确定人选以后，我们跟无党籍再来开会，如何来应验议长补选，我想国民党团呢，阁无啥物共识啦大家有人讲爱杀出家己的候选人。嘛有人讲爱跟无党籍的合作，我想呢，现主时党团呢还未有决议，大家意见呢还未整合，所以呢，爱看未来这一礼拜呢，党团会搁再开会，针对这个议长补选的代志呢来做出结论。
但是议长将进行补选，其中辣清点感谢甲启动部甚至党中央可能关心，在民定甲私底下都成为主播焦点。电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议会教育甲财经委员会以及正在看使用监督小组，会同市府教育局、交大公国小、甲明德高中，针对正在过后校舍中间的部分进行勘查。结果会看议会强调，不得使用正在现款进行修复中间。大公国小北边甲东边的校舍，当初时因为经费不足，分做4、5期兴建，再加上结构本身就有缺点，建筑更骨外露、红门头强度相加等等，经过内政评估报告，明显无达到标准，因此校方争取将近2亿的经费，要来进行拆除中间。大光国小的北栋校舍跟东栋校舍这两间校舍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经过专家所做的耐震详评的评估报告出来之后，这个 CDR 值只有0.41跟0.236距离这个标准值1其实很远，也就是说这2栋校舍的本身的体质是非常的虚弱的，所以为了维护学童在这边上课的一个安全，其实我们非常期待能够赶快拿到这个拆除重建的经费，给学生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另外，明德高中的育群楼因为属于传统校舍，底条的结构较无耐震，目前以 H 型钢来支撑，离科学馆也有更具外露、红门头墙破损等等的问题，所以校方预计要以拆2栋起1栋的方式重建。而经过会勘，多位议员强调，无论要重建也是修缮，伊拢非常支持，只是无同意运用地当现款来支应。今天我们会到大光国小跟明德国中来，就是我们临时会这次议会有决议就是在教育局有相关提到的，就是这些善款就是有10几亿要来做一些学校的这个修缮以及这个重建的工作，议会决议这样子是不行的。那基于理由是因为善款是在这次105年、02、06是这个个案，善心人士针对这个人员的受伤、人员的死亡，这是地震的一个财产的损害，这是一个来做一个善心的来纾困这些受害者，能够来具体来帮忙。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立场上的一个使用的制度、使用的方法以及道德观，所以我们议会才决议说这样子是不行。那在我们小组以及议员的同仁也是提出建议，在学校常态性的运作应该要回归到这个预算的制度面来做一个编列。那这样子的话是比较合乎它的轻重缓急以及事实上对学校的需求来做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对此，教育局表示会极力向中央，也就是地方政府争取经费，并且尽量让整体规划做一摆完成。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新华外环道路常常发生车祸，护府机居民非常无安心，因此影响立委也一定反映，希望在上车路口安装监视器，以及降低道路两边的植物高度，避免影响驾驶的视线范围。新华外环道路最近一档的时间，就发生了将近100件的车祸意外，让当地居民相当烦恼，向立委叶宜丁反映。上午立委亲自来到现场会勘，当地5个里的里长也伫咧边仔陪同。负责维护该路段的交通部公路总局第5区拥护工程处长也到现场了解居民的心声。伫咧初步探讨以后，立委提出2大重点，要求尽速改善。因为咱遮本来有迄个监视器，结果做工程的时，这监视器拢甲毁掉，无甲阮恢复所以第1点，阮要求这个监视器要恢复。第2点呢，大家看到那个灌木太高了啦影响视线，特别是左转的时候无看到前面的路况所以真的大家看到这个灌木太高了，我们会要求灌木比较像这样子的矮的灌木就好，因为太高的灌木
遮掩了视线，反而影响了视线。这2点呢，我们要求公路总局要尽快的、快速的来改善，要不然这里已经发生听说1年多发生了100多件的事故，甚至死亡车祸发生了10几件这样真的不行了哈。因为这交通问题有关到人民的生命安全。在咧立委叶宜丁的强烈要求之下，交通部公路总局也表示会马上改善。灌木把它降低下来，这个部分我们会请新化公路段立即来做处理。那监视器的部分呢，因为后续还要交给警政单位来管理维护，这个我们再先跟警政单位这边来协调，我们按照委员的建议的事项来处理。新化外环道路将会伫重要的十字路口安装监视器。同时降低双屏直播的关度，也呼吁用路人来到这的时阵，车速爱放慢，小心注意四周边，才会当保障行车安全。等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2016马刷高站铁人3项比赛，将伫9月10号、11号举行。这场赛事吸引来自世界17个国家1700多名选手参赛，预计将带来丰富的观光收益，并提升台南伫国际的能见度。第4届马沙哥铁人比赛将会伫这个拜六、拜日登场。这将会是一场充满台南风格比赛，让选手伫咧比赛同时，会当欣赏到好视的渔村风景，欣赏台南在地美食。伫咧17个无同款国家选手的参与之下，这场比赛将会当大大提升台南的国际知名度，也为台南观光收入增加不少。有17个国家1738个选手到台南市来比赛，非常的难得，而且是9号、10号、11号3天，能够结合观光、运动，还有推行销台南市这么美好、这么优质、这么值得我们台南乡亲肯定的活动。希望台南市所有乡亲大家一起来为这次的活动加油，展现台南市对这次的活动的热情，让所有各国人都能够感觉到。希望大家踊跃来参与这项活动。走的过程中，个城市通常就是个国家上界水的一个所在。那么台南市呢，经过这3、4冬来，因已经去选过宜兰、花莲、台东、苗栗等等，个屏东的大鹏湾，比起来就是咱北门、将军这一带呢是上界水的。所以呢，咱认为全力来甲协助。活动还未开始，但当地居民就已经会当感受到观光人潮的来到。因为我们最近也有去将军那附近那附近的那个将军这一带的一些，不管是运动、休闲跟住宿恁铁人都被来搬那这一段时间变作带动整个地方的观光跟消费。我想这未来这个大概所有市政府这类似的活动我们都很希望。能够除了行政力量的给予协助以外，能够整体的带动台南市的城市观光跟消费的发展。今年参与比赛人数再创新高，而且活动也结合爱心公益，主办单位将会捐出5万块予华山基金会将军天赛站，代表台南市的铁人队伍277铁超人，伫咧记者会现场宣誓将会拿下冠军，也予代理议长郭信良现场加码20万的奖金。希望因为台南争取公赢。台南新闻网之后，张伟忠采访报道。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引。被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由上主车甲三观龙有线电视所举办的
爱在社区 BB 宽屏 BBTV 卡拉 OK 欢唱赛已经迈入第10档。今年安平区初赛9月3号暗时伫开台天后宫登场，除了有家弟仔做伙参赛，也未少青年朋友的加入，互比赛更加精彩有看头。由西门国小二胡社团进阶班校员杨承轩甲孙佩成两人带来演奏，为爱在社区 BB 宽屏 BBTV 卡拉 OK 欢唱赛安平区初赛做开场。会中包括市议员李文正、安平区区长赖清竹、安平开台天后宫总干事陈宏明、安平区里长联谊会长黄俊策顶到为里长，拢到场为参赛者加油打气，场面相当热烈。今日也是咱爱在社区第10届这个歌唱比赛，咱现场有请这咱这的爱好唱歌的歌手，搁真侪加油的啦啦队。因为较久安尼赶着所以即摆才搁来安尼甲咱大家拍一个招啊，现场咱的吴会长咱的副理长咱真侪遮个贵宾咱即个上主厅三冠王咱的总经理咱的副总的拢来到即个所在来安尼甲咱关心来甲咱参与真感谢。好今仔日祝大家拢有一个真好的成绩。今天是我们安平区办的 BB 宽屏卡拉 OK 比赛，他刚刚写第10届，我参与了9届。之前在其他公所服务的时候就参与到，然后呢来到安平我调来安平2档，我看到去年跟今年每一位参赛者都卯足全力在比赛在唱歌真正大家拢唱了做有水准的。首先呢，代表咱安平天后宫管理委员会来欢迎大家今仔日暗暝伫咱即个庙埕举行即个BB 宽屏即个卡拉 OK 比赛，无简单第10届啦，一个活动要连续安尼10届，表示即个活动呢办了非常的好。咱是不是借大家的手来甲咱三冠王相助厅所有工作人员鼓励一下，拍鼓一下，感谢因来10档来遮努力甲咱办遮好的即个歌唱比赛。今年因为比赛制度的改变，更加起未少青年朋友的参与，当中有家弟仔再次来挑战唱歌的擂台，目标突破家己以往的水准，为比赛增添精彩的程度。而除了要让观众欣赏好声音以外，伫每一场初赛阁有有奖竞答、抽液晶电视，以及免费食鸡仔饼，会当讲是有食阁有掠。而最后比赛成绩出炉，第一组第1名张灿福。第2名王旭之，第3名周耀斌，最佳舞台比例林庄慧英，最佳舞台造型周耀斌。高一组第1名王宣平，第2名王伟娟，第3名黄尚峰，最佳舞台比例王宣平，最佳舞台造型施义珍。前3名分别取得进入总决赛资格。你的人笑容，你的可爱模样。在我脑海，在我心内，不是百花流连大声叫出你的名，你就是我的生命。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一碰就痛，一想就悲，爱已变成了老了好几10岁。别让昨天在你伤口狂妄的撒野，触动心中爱的余味，再过一遍。另
另外，安平区初赛的实况自9月10号开始，伫第4频道也会分段播出，欢迎观众朋友准时收看。咱新闻综合报道。安平天宁宫主事关圣帝君，因为行为献血累积累积信徒，伫供主甲信众鼓励之下，成立天宁主神会，发动信众行善救济。4月上午召开成立大会，并选出第1届理监事，由林建山担任理事长，经市议员陈正义当选常务理事。由天宁宫主事甲信众共同发起成立天宁主神会，4号上午伫国宾里活动中心举办成立大会，包括立委吴伟铁、王定武拢派员参加，社会局主管单位也派人列席。会中选出第1任理事长由林建山担任，经市议员陈正义也响应善心活动，加入做善事，并当选常务理事。阮天宁宫就服侍咱关帝圣君，因为今仔日阮的大家信徒集众人的力，大家心意，要种成立这个咱天宁主神会，要来为咱一寡一寡政府所无法度所做无够的，咱会当来做一寡来补足一寡大家善心，集众人的力，来做个工课，做一寡社会公益，来就纵容着阮帝君的精神，伊的迄个慈悲，来。甲一寡艰苦人来相助。咱天宁宫咱这个信众共同来发起来做这个天宁爱心会。我想除了讲发帝君忠义爱民的这个精神以外，嘛要发挥咱台湾人这个爱民庶民如亲的种胸怀。所以今日咱天宁主神会今日成立这草创时期，所以咱今日会员无介侪人，但透过咱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阶层、每一个所在，咱来发挥我相信，咱本会团队会愈来愈壮大。理事长林建山表示，该会主要以帮助弱势公益服务为主，欢迎民众加入会员。除了会费以外，每一个月捐200块救济弱势。若有民众生活困苦，也会当直接甲主神会联络，主神会会派员访视，并且提供帮助。但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乌阴，有时侪云阵雨，也就是雷雨的天气。温度27度到29度，落雨几率7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9月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林雅珊，咱再会。